起来，没长耳朵是吗？听到没有？起来。程峰啊，非常抱歉，陶伯母她……闭嘴！你可以出院了，走吧。思贤呢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再勾引思贤，你一家子都是一样的货色。荣平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再这样无理，我真的生气了。那你让他走啊！程峰啊，离开吧。护士会告诉你怎么办出院手续，办完了你就离开。可是上海我不是很熟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走。你管那么多？他是个大人了，死不了的。你最好马上走，再让我看到你，对你可不客气。
林峰。阿姨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终于让我找到了。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小心点，你胳膊怎么了？所以，就这样，你从医院被赶出来了。嗯。奇怪啊，你朋友他妈妈为什么那么讨厌你？我也不知道。他是你男朋友吗？不可能，思贤根本就把我当小鬼看，好不好？他对我没意思的。哎，你是不是要回青岛啊？是啊。你上次不就说要回去了吗？怎么拖到现在啊？因为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。那现在都处理完了吗？处理完了，全都处理完了。哦。喂，思贤，我找到安琪教官的弟弟了，你快过来吧。